Tech OpenAI 同 Apple 準備開打法律官司，究竟邊個先啱？ OpenAI 準備對 Apple 採取法律行動，呢個唔係第一個被 Apple 燒嘅合作夥伴。之前 Google 同 Microsoft 都試過同 Apple 有糾紛，市場關注呢場法律戰會點樣影響 AI 同科技巨頭之間嘅合作關係。Cerebras IPO 令 Benchmark 賺到數十億美元，但差點就錯過呢次機會。AI 晶片公司 Cerebras 成功上市，為投資者 Benchmark 帶來數十億美元回報。不過 Benchmark 合夥人 Eric Vishria 幾乎錯過咗同 Cerebras 嘅初次會議，如果真係錯過，就冇咗呢個巨大投資機會。GoPro 都轉型做國防業務，連運動相機公司都加入軍工行列。GoPro 呢家運動相機公司開始轉向國防業務，隨住 AI 同無人機技術發展，越來越多科技公司涉足國防市場，呢個趨勢引起唔少關注同討論。Osaurus 將本地同雲端 AI 模型帶到 Mac， 開發者有福啦。Osaurus 呢款新工具俾 Mac 用戶同時使用本地同雲端 AI 模型，開發者可以根據任務需求選擇最合適嘅模型部署方式，提升工作效率。Meta 將第三方應用程式同遊戲帶入 Ray-Ban 顯示眼鏡，智能眼鏡功能更加強大。Meta 宣布為 Ray-Ban 顯示眼鏡加入第三方應用程式同遊戲支援，呢個舉動顯示 Meta 正認真發展可穿戴設備生態系統，而唔係淨係做硬件。Elon Musk 同 Sam Altman 嘅官司即將進入陪審團審理階段，結果可能對 AI 行業產生深遠影響。Elon Musk 同 Sam Altman 之間嘅法律糾紛即將進入陪審團審理階段，陪審團需要決定嘅關鍵問題包括雙方合約條款、責任分擔同賠償金額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